一开始教的，教神期的，迄个来日本的时候，日本的频率的法规老台湾无相同，台湾全部卖枪枪，我是送小学的老师办活动用啊，在来日本上买的，航空用跟海事用的。哈，不过一开始侬会教亚个喏，无线电的喏。该战年台湾开始戒严刚让国台嘛，那时候有对讲机算是很时髦的，就跟大哥大一样嘛。开始某天发，某行动天发，搞对讲机也是算蛮另类的人了，就跟现在网络一样嘛。你第一会不会有叫 ICQ？ 你知道什么是 ICQ？ 第一，我们差不多同对，ICQ 是不是打字，对不对？ICQ 的 CQ 就是无线电的 CQ，CQ 这个字是无线电 CQ。如果你搜寻 CQ， 它是一个无线电的专用用语。ICQ 是 International CQ， 就是网络的无线电。所以最早在玩无线电的人，到2年全部小可就有点浅了。他们是台湾人讲火腿 ham， 然后台湾人摸排的时候都香肠啊。台台的人不讲亲台，很多台机器架的，我大概 antenna 天线被动态组啊，亲台组。咁侬会开始教呢？最闲的时间，我哋救国团嘛，来康复社的社长，来国中时来康复社的社长。那我们要带营队啊，带小朋友那种国中国小带营队，要带小朋友进去萤火场，早期要用旗号、用哨子啊，喊了半天都喊不动。刚演来的新北市的云仙乐园乌来，云仙乐园我们带营队嘛，然后都是加多一堆亮机，对讲机。因为前一年从忝的，用很多，距离太远了。社长妈妈来讲片就家是放3号电视，就在那个乌来云仙乐园那个萤火场就着迷了，因为那时候可以放小朋友进来咯，就这样进来了。那个时候是我应该是最早启蒙是那只对讲机开始。